随着中国在东突厥散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成为种族灭绝，包括英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议会讨论对中国采取行动。英国的一群议员周三呼吁政府紧急采取行动，要求中国官员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权利滥用负责。对华议会联盟英国分局在一份声明中提供了证据，称应鼓励政府对付被视为同谋在维吾尔自治区镇压的中国官员。这一联盟由来自国会两院的46名议员组成，所有主要政党都有代表。他们要求政府支持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国官员的罪行进行调查。其次，英国必须起诉中国违反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公约，并在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内的国际平台上采取行动。第三，应由英国和威尔士高等法院或维吾尔法院采取独立行动，以最初对中国判处种族灭绝罪。第四，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必须明确表明中国违反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对此负责。美国两党议员日前在参众两院宣布了停止强摘器官法案，旨在阻止中国共产党从法轮功和维吾尔等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法案由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籍众议员索欧奇共同发起。参议员科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已经并继续强摘中国囚犯和中国宗教及少数族裔成员的器官。法案将认定并将惩罚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党员，早就应该让北京对这些令人发指负责了。众议员史密斯声明中说，器官强摘是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野蛮、不人道和令人发指的行为，因为跨国人口贩运团伙、恐怖组织、奸商甚至政府，特别是中共政权，会杀害无辜的人并出售他们的器官牟利。他还表示，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根据这一法案，国务院将认定并揭露经常以政治犯或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为目标的强摘器官者和器官贩运者，惩罚这些人，并推动有效的制裁和履行限制。中国高级情报官员声称，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正在为中国情报进行数据分析，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技术巨头为中国提供间谍活动的重要优势》的文章，其中包括美国国家情报局反情报部门负责人伊凡妮娜在内的最高情报官员的看法。文章声称，中国的私营公司帮助处理了中国情报部门的数据，并与中国安全和情报机构分享了他们的数据。在文章中指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具有大数据分析能力的私营公司已被勒令处理和分析从美国机构窃取的大量信息，将这些数据处理后与中国的情报和安全机构分享。中国监管机构表示，正在对知名企业家、亿万富豪马云麾下的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采取行动。此前，马云10月24日出席第2届外滩金融峰会时发表了近20分钟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就中国金融话题提出了诸如中国的问题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等发言。有报道认为，马云的相关讲话成为了阿里巴巴遭受针对的导火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周四宣布，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的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周四早盘，港股阿里巴巴股价跌幅最高近 9%。中国新信谷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武汉疫苗完成在巴西的第3期临床实验后，原定12月23日公布实验数据，但科信在当日以整合来自全球的临床实验数据为由延后15天，这已经是再度延迟。中国科信谷控和巴西生物研究中心布丹丹研究所合作，在巴西圣保罗州进行第3期临床实验，有超过1万人参与。
巴西也是全球第一个完成科兴疫苗第3期临床实验的国家。不丹丹研究所原将在12月23日宣布该疫苗的有效性，但科兴股控又以分析整合在印尼和土耳其进行的其他疫苗实验的结果为由，要求再延迟15天公布确切的数据结果。